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初5，诗篇27篇14节安尼讲：就听候耶和华，就勇壮，你的心就坚固。实在听候耶和华。大家来祈祷，互阮心勇壮坚固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光，是阮的拯救，也是阮活命的气力。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是阮所倚靠的上帝。主啊，阮羡慕见你的面，阮的心对你安尼讲：耶和华，阮要羡慕见你的面。主啊，虽然有仇敌四围要攻击阮，阮的心也无惊吓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阮，阮悠然自在，因为伫患难的日，你要暗中保护阮。伫你的帐位内，将阮藏伫你布边看密的所在，举起阮伫石盘顶，因为你是保护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拢勇敢坚固伫伊的面前，听候咱的主，成做咱的倚靠甲帮助，因为伊要保护看顾咱，祝福伫咱的每一天，互咱悠然自在，无惊吓来过每一天。愿主的平安，甲你三角地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